幼稚園二年級的小朋友們懷着無比興奮與期待的心情，踏上參觀澳門機場的外出體驗之旅。一路上，孩子們熱烈地討論着即將見到的飛機，臉上洋溢着雀躍的笑容，對即將到來的旅程充滿好奇。抵達澳門機場後，孩子們立刻被寬敞明亮的大廳吸引，原本活潑的小身影瞬間安靜下來。大家全神貫注，睜着大眼睛，專心聆聽機場工作人員生動的介紹，還認真觀察着周圍的設施。從登機櫃台到安檢區，每一個細節都讓孩子們感到新鮮有趣。是次特別的參觀不僅開闊了孩子們的視野，更在他們心中種下了對衝上雲霄的美好向往，也成為一段溫暖又難忘的成長回憶。